我们乔小姐不仅是个演员，居然还有即兴编剧的能力。作为下半辈子和你在一起时间最多的人，我觉得我得有个心理准备。我爸妈应该在打电话，你就送到这里吧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晚安。哦，如果我暂时的向父母隐瞒我们的关系，你应该没有什么意见吧？不然老被问来问去挺麻烦的。暂时是多久？直到有人爆料，我觉得这样应该会让他们惊喜一下。我们父母可能不会觉得。那我明天送你回上海，用什么身份？老同学。你爸妈会信？那你要是平平无奇突然出现的话，他们肯定会怀疑啊。那我就提前编一个故事好了。我想想啊，我就说明天司机来不了，然后我自己要开车回上海。你有驾照啊？我当然有，我会开车啊。哎，你别打岔。反正我爸妈呢，他们肯定不会同意让我一个人开车回上海。那个时候我就恰巧看到高中班级群里发来说有人要回上海，顺便可以带上我。经过我这么多铺垫，我爸妈肯定就不会怀疑了。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这什么表情啊？没什么。就是忽然想起，你骗我去修净化器。我们乔小姐不仅是个演员，居然还有即兴编剧的能力。作为下半辈子和你在一起时间最多的人，我觉得我得有个心理准备。你还挺不情愿的。怎么会？那我要好好努力一下，不能让你白白准备。也不用太努力。你怕啦？怕倒也不至于。你试试看。Hello， 你们私奔的开心吗？半个多小时了，还没到家呀？你把佩佩送到家了吗？到家了吗？过一会儿打电话给你，再跟我妈做思想汇报。思想汇报。好。